信息者编号0761。阁下是组织派来的干事？没错，你提供的信息已经验证完成，这是你的奖励。验证完成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这就和你无关了，你只需要知道唐子晨出现了，他处理了我们的小队，但也暴露了位置。你的消息很重要，帮我们找到了唐子晨，而组织也从来不会对表现好的线人吝啬。有新的消息及时汇报。那这样就都凑齐了，接下来看你的了。